专门摄影给我。那些工艺都很贵。哦。这个对。他说里面，可以上去啊。里面我们那个地方，它这事都在做。你跟他20分钟了，所以。我就这广告的，对面一个小屏幕啊。好好。伊讲这开300个，啊，即马无咧开啊，那个网，这是安那了个痛苦啊。这个物件300。哎啊，这个整个区啦，对面是一个小屏幕。哦。哦哦。哇，你这上面 group， 哇，这上面 group 呢，5月2千呢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点。哎，赶快，他帮你照。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OK， 可以了。来，正这边就可以了啦。过来。来，可以了，来。不要照，这边不要照，这样。唐丽啊，你请那个相师帮我们照啊，请他帮我们照啊。跟个小媳妇一样，不要再
来旧金山的，旧金山的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照得起来吗？然后再走了。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。然后这个会收到我等一下哦。可是。没有办法全部照进去，我帮你照一下，帮你照一下，真的不用了，地标啦，来啦，去啦，好，来。不用你的手机啊。这个有一个方法，倒过来。可以走到上面嘛？对，可以走上面。对，但因为那个，他现在就是暂时的，我讲到他这个，这是这个标的，对，一个地标。他的梯子还是靠那个，这个叫做神洞。有照有，没有，专业的。对。琳达，啊，快点了。OK。谢谢。好。我忘记把裙子拉上来。好了，对了。啊，5个人去翕。哦，行。没办法，还是。